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盧主任。今日要帶大家進入一個我哋最熟悉，但亦都係最神秘嘅世界，就係我哋嘅身體啦。唔知大家有冇諗過，當我哋覺得口渴、發燒或者受傷嘅時候，究竟身體裏面發生咗啲乜嘢事呢？咁今日咧就要分享呢一本非常之有趣嘅漫畫繪本《工作細胞2：病菌退散、中暑與腮腺炎》。呢一本書將我哋身體嘅細胞擬人化，變成一個個鮮活嘅角色，就等我哋一邊睇漫畫，一邊學習科學嘅知識啦。喺進入故事之前，我哋先認識下有啲乜嘢人物角色。喺左手邊着住紅色外套嘅係紅血球，佢負責將氧氣運送到去身體唔同嘅地方。喺右手邊翹住手嘅就係白血球，佢會打倒入侵身體裏面嘅細菌同埋病毒。另外仲有殺手 T 細胞，佢就會消滅俾病毒感染嘅細胞。巨細細胞，佢嘅攻擊力好強大，而且佢嘅體型都好大㗎。仲有記憶細胞，佢會記住敵人，預防敵人再次入侵。而 B 細胞呢，佢就識得製造抗體，利用抗體去對抗敵人。最後呢個好可愛嘅妹妹叫做血小板，佢可以幫我哋止血嘅。今日嘅故事主題係中暑。夏天又嚟啦，咁天氣呢就非常之熱，我哋嘅紅血球成日都好辛苦㗎。為咗唔好俾身體過熱，紅血球就會將熱量帶到去我哋嘅皮膚表面蒸發佢。同時，我哋嘅身體咧亦都會啟動呢個灑水系統啊，亦都即係流汗。當我哋流汗嘅時候，就會帶走熱量，令到我哋嘅身體咧保持涼爽。不過，如果我哋一直曬住太陽，又唔飲水嘅話，咁就會麻煩大啦。喺漫畫嘅場景裏面，啲細胞熱到咧暈低晒，又唔夠水分，成個身體咧好似一個缺水嘅工廠咁，要停工啦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哋嘅身體就會覺得好頭暈啊，甚至乎咧仲會暈低同埋意識模糊。咁呢個咧就係中暑啦。中暑喺我哋嘅身體裏面發出警報。最弊嘅係，當身體因為中暑而變得虛弱嘅時候，壞蛋細菌、仙人掌桿菌竟然乘機入侵我哋嘅身體喎。咁喺個漫畫裏面呢，雖然白血球戰士好努力想保護大家，但係因為太熱同埋太攰，佢已經冇晒力啦。咁喺呢場非常之激烈嘅保衛戰之下，佢亦都咧冇人可以幫到佢，因為大家都太攰啦。咁呢個身體世界就嚟崩潰啦！就喺所有細胞都筋疲力盡嘅時候，天空突然之間出現咗一個神秘嘅光圈，有一個好大嘅管跌咗落嚟，仲流咗好多水添。究竟係咩嚟嘅呢？原來咧係醫生幫病人咧打點滴啊，亦都即係靜脈注射。咁點滴咧就直接幫身體補充急需要用到嘅水分同埋鹽分，等啲枯萎嘅細胞咧即時充滿翻活力。咁白血球戰士咧終於有體力可以打走個病菌啦。最後，故事嘅身體主人打贏咗呢場仗。咁究竟點解我哋會中暑嘅呢？原來喺又熱又潮濕嘅環境底下，我哋嘅身體會因為流太多汗，而且咧又冇即時咁樣補水，就令到啲熱量曬唔到出去。所以當我哋流汗嘅時候，流失嘅唔單止係水分，就連身體裡面嘅鈉，亦都即係鹽分，都會跟住唔見㗎。近排嘅天氣都好熱喎，咁我哋點樣保護自己去避免中暑呢？首先，預防呢係最重要嘅。咁夏天好熱嘅時候呢，就減少出街。真係要出街嘅話，就可以帶翻帽同擔遮。
記得咧就要隨時補水，唔好等到自己覺得口渴先至嚟飲水。咁亦都可以飲啲麥茶同埋運動飲品嚟補充翻身體嘅鹽分。如果真係中暑嘅話咧，就要快啲去到陰涼嘅地方休息，咁用冰袋敷住我哋嘅身體，幫助降溫。呢本工作細胞漫畫非常之好睇㗎，佢仲可以咧令我哋學識點樣守護自己身體嘅健康。咁我非常之推介大家去到學校嘅圖書館借閱，一齊探索身體神奇嘅世界。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成為一個懂得照顧自己身體嘅小專家啦。多謝晒！聽完盧主任嘅分享，同學仔係咪好想擁有呢本圖書呢？快啲掃描一下熒光幕上面嘅二維碼，或者撳一撳影片下方嘅連結，回答3條簡單嘅問題，你就有機會喺早會度被抽中，獲得呢本圖書同埋同校長、老師嘅一張精美嘅合照㗎啦！同學仔快啲踴躍參加啦！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